仲係一名僆仔嘅錢嘉樂，為咗搵食，邊度有公開就攝位去邊度。TVB 做過，麗的做過，嘉禾有位，當然要去啦。有機會就拍咗 A 計劃，同埋奇妙妙計五福星。10零歲嘅僆仔膽粗粗，去到乜位都肯頂。即係嗰陣時唔識我嘅，咁啊做完嗰個，喂嗰個又嚟咯喎，夠唔夠做啊？夠！就係呢種打死霸就嘅狠勁，令到片場入面有一對極之銳利嘅眼睛，慢慢集中咗呢個細路。咁啊，俾大哥洪金寶睇到有條新嘅僆仔，幾聽話同搏喎，佢就叫元彪打俾我咯。收到呢個 call，心諗今次仲唔得咪？點知身邊嘅同行前輩聽到，即刻潑冷水。啊，你係洪家班啊，夾啲錢買定張輪椅送俾你啦咁樣。呢句聽落似笑話，但係背後嘅意思好清楚。洪家班唔係普通片場，係一個會真係斷骨、會見血嘅修羅場。成龍、洪金寶唔使 call 我，因為我都係會死嘅嗰啲。因為喺佢眼中，入洪家班就好似升大學一樣。洪家班、成家班、袁家班嗰啲就係一個指標嚟噶嘛。我哋讀書嚟講咧，想升到大學咧，呢個係真係哈佛嚟嘅。講真說話，我係講真說話。洪家班係首屈一指，洪家班。比賽係你會 take the risk or lose the chance？ 不妨留言話俾我聽。錢嘉樂一於小李係惡啃啲嘅，哇！西班牙喎，洪家班喎，洪金寶、元彪親自打療，試下都好喎。去到西班牙，第一個入學試即刻殺到埋身。替元彪做一個由2樓直達落地嘅動作。劇情講到，首先由成龍大哥跳落去。喂，我落去先啦。你睇下大哥跳得幾瀟灑。不過成龍大哥都 NG 咗2個剔。香港80年代嘅動作電影要求特別高，到元彪跳嘅時候又點會咁簡單？冇吊威也，冇榻榻米墊地下，錢嘉樂心口一個勇字，一剔搞掂，完美顏色。走啦！